讲到桃园龙潭，几多年会面到太比堂。太比堂透到当地信用中心龙岩宫嘅龙岩路，也点点人贵嘅位所，韩国系龙潭中心嘅街区。虽然现在路批发的看唔到路街本单的用嘅嘢，有到1973年火烧屋屯市场烧黑的，几只嘅已经冇头摆按闹嘢的哟。不过还系有传嘅20年嘅老店嘅限体嘅。龙潭街嘅贵有新嘅后生嘅。更加提出故事龙潭庄安尼嘅计划，想要采体文化韩国发落，同都市搭产业嘅连接深度进来，因为一家一户嘅去拜访店家，同龙潭嘅故事记录下来。韩国办工作坊展览，为韩国多年去认识龙潭，媒体已经标记下19年嚟嘅市场美食界落错，为对基出发，多多嘅同龙潭从点灯农用嘅安尼点出来。风楼发射香港我嘅街工起伫水都澳，今年突然地位出伫龙潭太比通记号，太比通系龙潭有名嘅景点，係那龍潭嘅發展也會對兩條比通講起事。因為做油料到比通哈，以前種田啊，還愛記得洗衫褲、洗東西啊，油料水哈，太假如鄉下適合到兩個位所，帶到兩邊就變到一個較多年嘅蔬菜哈，也慢慢地就變到一個幾種嘅幾度啊。因為係坎北嘅龍岩路，一片跳到太比通，那一片就係龍岩橋。农业时期来讲，这条街是龍潭就只有这一条。龍潭的市集就在这边，乡下的那些个娃娃商啊，就卖菜那开到我的面前来卖。以前較有錢人啊哈，大部分都帶兩條街啦，啊，因為佢做生意總比人家做田的種田種茶人啊，較有錢，啊佢也生活較好啊，所以講講起來出體啲較大嘅家畜來講哈，大部分都係行喺除了兩條街道出來。龍岩路老龍潭嘅發展關係東遷，係那296年歷史嘅龍岩橋，係那係菜體嘅信用中心。人家龍源公哈，佢擺喺神農氏嘛，因為做喺人家邊全部都係鋼鐵人較多啊。人家看起來哈，都全部都係賣食的最多嘛哈。啊，不過以前哈，可能係大家可能想唔到中藥店哈超過10間啊。農業時代，唔過揸啲農民嘅情況跳到當處找，無論大細事情都會落 Q， 上晝日肉唔發達，身體唔舒服也會落 Q 肉搶。自己嘅鄉下去求，自己咩方嘅上古媽我哋講過，講唔係嘅藥店都要嘅藥錢，唔將嘅單嚟拿來，嚟嚟藥店出藥藥。現塊肉搶數，啲都人馬人民下嘅都係肉貨。自己地方都要分南科100數，5科100數，像喺人哋橋到乜嘅叫做科俾南科5科，唔係講來到我哋藥店就最為嘢。為間肉搶嘅換肉店，兩下龍潭也是用2件呢。85歲嘅鄭建平，19歲出體年紀嘅阿叔學中醫，兩肉節個按粗定工期，對開店初衷到見。你好，歡迎光臨。係那處啲龍岩橋頭前嘅2件都雜貨店，也已經開嚟90年，傳嚟時代。無論係金盞、香菇定雜貨，也係比沙湯插量都有。看到你冇做過經驗，還有兩條賣嚟一格子客家嘅老東西。你要新做粉咩？哦，啊，這個是明星花露水啊，哦，你日本時代傳到現在，叫喜樂庫嘛，白熊汁啦，係啦哈。啊，這個以前我們生計一定要的火柴啦，每家每戶都要啊。門頭間用韓文買兩條東西呢，佢講除咗本應下啲片啦，韓族人當對外人士來買，一買就係貴年份。
还有人早就给人家方便啊，人家没有这些东西，他们都不习惯啊。你那个呢，拜托你弄来起码的呢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消也消不多啦。讲嚟，票價很難就出來，電煙菜煙hình用嘅及觀眾了解。这个哈，这个是刚好12平的啦。哦，12平。这个啊，12平就是这样的形状，369。啊，它的形状跟刚刚那个5角、6角形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以前的那个农业时代啊，他们买这个酒啊，他没有带篮子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带2条绳子，1支扁担，对不对？那个绳子就这样子勾着，那个1支扁担就这样扛回去，它真的很稳呢，而且它这一条绳子，它就把它撑得很紧，而且真的重量非常重。对。勞工府、勞動司喺要為推應下上嘅心意，茶貨店賣嘅唔單止係貨品，還拿到嘅係銀錢。俺个店當然沒有以前那麼好啊，一天的呀，那麼多前聯社啦，那些賣場都在附近啊，現在我們只維持跟那以前的老一輩的感情啊，老感情啊，犒勞主顧啦。還拿講到嘅氣候嘅改變，也對老店嘅家己都有當多感受。將技術地方全部都發達的，對啲咧經濟都還冇安嘅啦，還冇安多嘢嘅。還是世界兩邊人很動腦嘅，有動到茶貨店，兩邊度茶貨店主本應做彩券行。即係兩邊冇聽過安腦嘢嚟。茶青島。看行啲青島店咩青島而家做生意。冇茶青島，那條狗有票店面啲嚟做生意，做飲料店。不過去難做。現快龍潭鄉公所出版嘅求相片兩本書，上走龍燕路、東澳海珠輕片鐵記路兩篇魯迅店面嘅正面也都看唔到咧。日本時代大正9年哈，而家有個世界改正嘅政策啦，嘅細落一步哈，就像唔家講嘅太海啦，韓國富橋啦，呢條位數哈，都有個公行嘅專造嘅種嘅街屋啦，哈，講街屋就係伊頭前係做生意，啊後背係人物現代嘅位數。就會入合啦，才有你民國你9年後啊，就咁擴大發大，我哋就一時店前啊吼，提供咗一我們開出。香樓就是金香樓跟東海樓啦，它有寫的。為到係青專龍潭嘅歷史記憶，這區後生人當地嘅做故事龍潭總計劃，去拜訪調查、談工作坊、展覽了了，為哈那東意而去龍潭。包括這邊的傳統的技藝，這邊的老的這個歷史嘅技術，甚至是這邊的風土民情，我希望可以借由我們這個團隊散播這些資訊給更多的人知道。然後這就是我們當初做這個計劃的目的，我們希望擾動這個社區，讓更多的人認識到龍潭的美。金文水本本呢暖快來，60歲嘅林金龍退伍出做2日尾做到見。基本冇按存開來啊，基本冇飲到啊。所以講你條通咪做到會必起啦，或者存啊開來，按依嚟存開來，存係存散啊依啦。林金龍講，民國70年嘅下生意當好，從頭就唔出來賣。在台北哇，一差去，再來我雙雙就喺出家做到天光冇轉來，有時就喺木蘭下來溫人水到天光3年做。之後再篩一次，對不對？對，你一看到不一樣的時候，或者這邊比較多，對，這已經有差別。那我們就旁邊篩子就會拉過來不過少通嘅人見率減少，就向也單單貴重嘅人來做，傳統手藝天天出來賣睇嚟。我你嘛唔想講，你啊兩種東西都愛你嘅熟食冇咧，所以我喺大學邊樣喺時陣來嗰下，嘛慢慢都愛看，讓行業有乜嘅東西做在做。
然后我们怎么去变，然后看是不是走文创，还是现在我们很流行的乡道。故事中探总計劃團隊一坎去拜訪點麼，少點麼嘅故，記得講落嚟到精彩嘅故講出來。我们希望透过工作坊的方式，让很多人认识我们，而间接的告诉我们很多在地的资讯。进一步我们会获得更多这样子的故事的资讯在。紀錄業流動年度高彩感美食界，一家踩在電農天然風景繞，而不是挑天府點炒，就係那一種風情。民國62年，邱世聰出佛少，政府規劃兩條美食界來安住探索，不過一直走唔起來，48台就89上都係標記的界限。就是这10多年，民众被称为是有点像是都市的一个失落的空间。那我们是希望说，就是正式透过故事龙潭庄的计划，然后用灯笼的方式重新把这个地方点亮。然后在旁边又画了一个圆圈圈。对啊，对啊。后来他就说啊，这是狮子的眼睛。对，狮子的颜色是黄色，然后呢还有个天空的颜色是蓝色，然后我们还有个九曲桥是白色，所以那天我们用这3个颜色。然后呢，去把它画出我们的一个那个意象。我们照它的方式去一步一步去把色彩上去之后，就觉得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比较有别一般的灯笼制作，图像比较明显，比较有一个缤纷亮丽的感觉。大家民眾對龍潭嘅條件最上開始，簽出地圖解釋，個老機發地電腦後，大家電腦都理解講龍潭嘅故。條條街吼。平常時俺不睇來講就冇乜個火啦吼，電腦條咧下講下面，人來到吼，還沒按電鏡有更多的感覺。像這個燈籠出來了以後啊，光啊，在暗的地方有光亮的地方特別吸引人。有很多居民願意轉個彎，從這個地方去龍園路或者來南農路這邊去看看。如果從一日看到了希望，團隊哋漂亮自己為所做工作室，冇想到其他龍潭後生機也容易下過來。這也是我們當初期望說，我們在這邊開了第一槍了之後，可以讓後續的人陸陸續續的開很多槍，然後在那邊再活化起來。龍潭這邊的青年沒有一個聚集的地方，會想說，如果大家可以聚集在這個以前舊的市場，注入新的活力，會有一些不同的感覺。譬如說。贝它是怎么出来啊？是要打啊，然后香是怎么制作的？茶叶他们怎么去揉？怎么去把它晒干？怎么用？啊，我们想说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就把它一格一格去把它让年轻人去体验，去知道这个东西，就慢慢的让那个老的那个市场，让它其实去走不同的面貌啦。那边那个透过迄 Q 市场，然后都好分送给下家。那就想講，假使講兩邊做起來，那上家下家做的連貫一起，那個太筆筒，然後我們那個龍園宮，那我們信仰中心嘛，就做的讓它活絡起來。這個地方它的一個其實投資成本低，然後目前沒人用。那或許它雖然目前看起來是一個荒廢的地方，但它也有可能是一個很大片的一個藍海。為了求嘅東西上少下去，讓老先界帶落來。它在道路上面其實它是沒有名字的，但我們現在是給它一個名稱叫林潭街，然後從年輕人進駐到空間活化，到引動它整片的區域的話，那說明它可以塑造一個新的林潭意象。當初我在做這條街跟在做一些地景導覽的時候，會有人覺得說，這個地方你叫它老城區，可是我從外表上面完全看不出這地方有所謂的老的東西在哪，所以才想要借由這一條街重新把老的東西包裝之後，讓更多人看到這個老東西其實不在外表，反而是在他們自己的內心深處裡面。故事鋪條香港龍潭聯誼才第3日，接起透過老兩下，討論的也常常地了解路上去嘅匯率，計劃嘅後人當地嘅發展，能量也見來見睇，兩區後生機為大家看到冇用嘅龍潭。